我们跟各位讲这一章法然上人所开示的道理，这对我们众生太重要了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。法然上人他讲，圣道门者，以沙伯得道，自力断惑，出离生死之法门呐，故凡夫难修难行。一般的修行法门叫做圣道门，在这个沙伯五浊恶世的人世间里面，你要得道，你要真正的脱离生死，成就道业，靠自己的力量来断除烦恼，断惑就断除烦恼，让你心干干净净的，没有任何污染，不起妄想，靠自己的力量把烦恼斩断，然后处理生死的法门，这个就叫做圣道门。但是对我们凡夫来讲是难修难行，这是很难做到的。因为放眼整个人世间，环境复杂，人心不单纯，所以要在这种环境当中洁身自爱，完全不牵扯不纠缠的话，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在圣道门靠自己的力量来脱离生死，这是很困难的，难修难行的。净土法门者，以极乐得道，他力断惑，往生净土之法门，故凡夫易修易行。净土法门就是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就是靠他力，靠阿弥陀佛慈悲名号的救度。净土法门就是在极乐得道，你只要念佛，你有资格有条件往生西方净土，到极乐世界，靠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力加持，你就断除一切的罪业，顺利的往生西方净土。这个叫做念佛法门。所以我们凡夫易修易行，容易修，很容易来完成的，完全仰仗阿弥陀佛力量。罪业深重的人，烦恼斩不断的人，对外在贪求执着，强烈的想要去占有这些东西的人，你看这种人心性怎么能够稳定呢？妄想心、散乱心太强的人，靠他自己的力量很困难的。但是佛说没有关系，虽然是这种对象，但是你只要念佛，靠我名号的功德力，我一定救助你，永远都不放弃你。这个时候净土法门就是念佛法门。何以故？是什么道理呢？因为阿弥陀佛根本的志愿就是你称他的名号，他来救助你，他就是专程为了罪恶的凡夫所发的愿，就是为不懂修行跟修行没办法相应的这些对象，他所发的誓愿。修行成就名号就是为了这些对象而来的呀。如果你今天靠自力能够了脱生死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这个佛也赞叹你。但是如果做不到的人怎么办？这些人就是生生死死啊，永远没办法成就。佛不忍心，所以佛所发的愿，所修的行，要成就名号的功德力，就是专门为了不懂修行的人，为我们着想。所以佛的慈悲从这个地方能够体现，我们太感恩阿弥陀佛了，也感恩法然上人这么慈悲。法然上人是谁？是日本净土宗在800年前第一代的开山祖师，他就是大势至菩萨来转世的。法然上人很慈悲，很用心的，很恳切的来告诉我们所有众生，只要你念佛，阿弥陀佛一定救度你的。我们将这一章的内容告诉大家，大家一起勉励阿弥陀佛。